关心热天山野大出，屏东房山的珍珠山野含皮都会当食。屏东县房山乡种山野的人，几多年前起一架外的模式要来种山野，都有一寡因为无食到粉，挖多大，煞跋倒扣真实，这细粒山野拢真甜，袂输是正常的共款，决定号名叫做珍珠山野。一个上市了后，不离食市。热扑扑的热天，金黄芳甜的山野，互人忍不住一喙接一喙。但这个山野看起来哪有淡薄仔无同，摕一粒爱文来甲伊相比，真的差太多了。真正超级细粒的。伊个皮是脆，内底是嫩的，伊个口感足好的，香气也较好，较香。伫咧屏东房山乡的果农，几多年前希望式来种山野，毋但会当挡风，阁会当维持品质。但伊发现有一寡授粉无完全，就袂大汉。但其实这个果子肉真芳甜，搁较特别的是因的皮拢会使食。去年试卖成绩回响，今年专工就将这个珍珠山野留落来，做成抢买。在我们市里面，它没有捕食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会建议让大家吃皮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太小颗了。这个细粒子的爱文山野，果农就将伊号名叫做珍珠山野。伊的大小是一般山野的1/10，差不多30至60公克重。即卖价销1公斤900块。当你吃过它的皮之后，你才会发现，原来芒果的皮跟它一起吃的时候，它的风味是那么特殊，它的香气、它的口感、它的比较多的层次啊。无想到一个四角叉，遮尔古锥的珍珠山野来白红，就得要卖完啊！果农虽然欢喜，但嘛是烦恼伊的高人气，可能会互正常的果子面对着减产的可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